嗨嗨，我係小藍啊，我哋又出去遊山玩水啦。今日一行10幾個人，由朝玩到晚，橫跨咗5個地鐵站，行程滿滿，精彩不斷。朝頭早首先就嚟一盅2件先，揭開今日嘅序幕，再轉戰2個大主題嘅公園，春季賞花，沉醉於繽紛花海之中。下午呢，就以咖啡配豬腳同埋披薩，嘆翻個悠閒嘅下午茶，然後再登上法製豪華嘅郵輪，大開眼界。最後就以野味烤肉晚餐，為呢個旅程畫上圓滿嘅句號。首先就嚟一個中式點心早餐先，嚟到鮮湖路站鮮湖酒家，今次就唔食蒸魚啦，而係食蒜蓉蒸鮑魚。佢嘅肉質真係好彈牙，好新鮮啊，真好味。見到佢個餐牌仲有椰汁小白兔添，真係好得意啊！我又忍唔住叫翻一個啊，唔知道仲有冇其他嘅動物造型嘅呢？真係好值得推介俾朋友試一試㗎。呢隻係活力兔，幾得意。椰汁糕。再次嚟到鮮湖植物園，今次會慢慢行，仲會坐上穿梭巴士，因為呢一個公園真係好大，好多嘢睇㗎。呢度入園費係15蚊人民幣一位，而穿梭巴士呢就10蚊一位，用手機即場買飛就得㗎啦，非常之方便。我哋去咗元發寺、福順齋、盤景園、鄧小平植園、湖畔湖漾淺草咖啡，完全都唔花氣力。行咗半個鮮湖植物園都有啲攰啦，於是我哋就去咗咖啡店嗰度坐咗陣。呢一間店叫做湖漾淺草，不過呢就冇東京淺草嘅風味噶啦，但係佢啲裝修就係以灰牆同埋木凳去做主色調嘅，令人覺得好有簡約嘅風格同埋好舒服噶。我哋叫咗薄荷甩皮、檸檬梅子，仲有披薩添，真係食完都好想瞓一覺啊！呢一間係燕南站華發路嘅豬腳飯店，係性價比之選嚟㗎，因為佢只需要20蚊人民幣就可以食到呢一個皮香肉嫩、滷味入味嘅肥美豬腳啦。每一碟嘅份量都非常之充足添，食飽咗之後行5分鐘就可以去到地鐵站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
食飽咗之後，又想買翻啲嘢飲下。我知道呢度附近有一間人氣嘅茶飲店，喺雁南站 A 出口步行大概1分鐘到啦，就可以嚟到呢一間爺爺不泡茶噶啦。我哋叫咗招牌嘅武漢茉莉茶，茶香清幽，真係好爽啊！呢一度嘅位置非常之好啊，買完之後翻轉頭幾步到就可以翻到去地鐵站噶啦，真係又消暑又解渴，又方便又快脆啊！由海悅站北出口步行大概15分鐘到就可以嚟到呢一個風景如畫嘅四海公園啦。園裏面環境清幽，真係一個賞花嘅好去處啊！呢一度四季都有花開嘅，秋季呢就可以欣賞大片如畫嘅異木棉，即係美人樹同埋絲木棉，非常之啱週末嚟呢度散步影相㗎。而春季呢就有辣杜鵑啦同埋洋紫荊咁。喺海上世界 A 出口步行大概5分鐘到啦，就可以抵達呢一個著名嘅地標明華號噶啦。呢一艘巨輪係最近先至重新開放內部俾人哋參觀嘅，佢嘅亮點包括係全新升級咗嘅船史館同埋沉浸式嘅藝術空間，佢展示咗豐富嘅海事歷史。喺船裏面仲有好多打卡嘅景點噶，仲可以體驗甲板上面瞭望蛇口嘅海灣嘅風景。船上面都有一啲餐廳可以俾你慢慢坐休息㗎。喺東角頭站 A 出口，大概步行5分鐘到就可以抵達呢一間關小妹泥爐烤肉店㗎啦。店裏面呢係採用傳統嘅炭火泥爐，真係香氣十足㗎。我哋呢就買咗團購，再加多一味菜，包括呢一個肥瘦適中嘅五花肉，仲有鮮嫩多汁嘅一口牛啊，真係焦香味十足，啱晒我哋呢啲食肉獸人士。我哋5位都係食咗105蚊咋。影片中嘅重要內容，例如係地址等等，大家咧可以喺下面嘅資訊欄嗰度揾到㗎。請大家繼續支持呢個頻道，點讚同埋轉發啦！我哋下次會去另一個風景區㗎，到時見啦！